你同爸爸，我们今天我看了，免讲，免讲，免讲，按做，按做，哦，哈，娘家都田讲的啊，田讲啊，应该唔咩这边做的扣押吼，我咩唔知啊，我都准备下班转了，我都坐下张一下，娘下都田讲的啊，我来张天公啊，你都动酒啊呢？哎呦，你这边呢？你主动买去出去啊哈？乜嘢跳嘅咯？哦，头摆嘅朋友啦。啊？俺不聽哦，難怪伊心情俺唔好。哎呀，免讲啊，迄嘛上艰难啦，日头开一条啦。係啊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何必單戀一枝花咯？哎呦，這樣事佢攏係伏嘅，冇想到哦，佢竟然比俺較早結婚啦！韓國還敢記者未來本愛呢？之後嘛，基於這種事情，想我從我嘅離境珠算呢，還喺我大盤呢去參加，過冇啊，你真係看唔起你咩？叫你學識機會啦，我現在前面嘅盤呢，去參加佢嘅婚禮咯。啊？原來你少嘢嘅哦？這事情當嚴重呢。好，今天啊，聽過一是喜酒嘅時節吼，就讓我這樣子偷翕佢嘅相片，就拿帶去本家老公看。偷翕嘅相片，八戒呀，原來你就好理解哦。俺咁好，哎呀，尺度多耐咯，你買個幾年條片咩啊？記住，衰到我順風啦。乜解啊？哎呀，我話過少嘅時節，我兩個粗兩甲表啊，就看佢一歲同做嘅個樣係當地人咩？我就帶個翕相機啊，調調嘅攞佢翕起來啦。笑好個。係啊，係過少半年前嘅事情嚟啦。我本下事哦。切講咩？我想講吼，不該偷翕嘅相呢。又是你咯。唔係事情咯，係事情一定講咯。真係啦，就面講啲初戀細妹朋友嘅家人咧。哦，初戀嘅唔朋友啊，今天就愛到當業過咯。係啦，愛佢愛2年啦，其實唔敢讓佢多講法。哎呦，結果嘛嘅，佢小學畢業升初中啊，做本家嘅強班嘅細佬同學去高招嘅啦。哎呦，後來佢心肝哦，痛痛醫生嘢都冇搞唔朋友誒。醫生嘢哦。兒康咯，你係咪呢度拜電愛啊？100咩冇？我記起我也是人唯一的100年前啊。邊個啊？你哦，唔好想唔開哦，你嗰前面介紹咪好啊？就係講咩？有一句鑼鼓語言講啊，男人三十金燈光，女人三十鑼鼓破。你喊後生啊，以後話你哋喊長腰腰。哎呦，男人30張定講啊，唔講係30幾歲呢？你講啊，反正全國要帶你一次去就呢，我你啦吼，通你的唔當衝你的，嘛個意思啊？擇日不如撞日呢。你幹嘛中意什麼誒？做乜嘅？這就係告白啊！唔了解。哦，唔是才宅男呢，連告白嘛嘅思路唔對哦。叫你解講，唔中意伊，我解托古來做假嘅，我希望一生人敢寫三組，敢恭喜你呢。大佬，你係阿姐，喂，你唔啲什麼亂搞好唔好？點講啊？你下成位吼，係講你前啲安樣留去告白啊？我包你吼，會高見到。我冇告白。普通吼，恁無講吼，迄個愛寒天的日頭，日天的天氣冷，
寒天的日头呀，热天的冰淇淋。莫说香港，我的生命度模拟做唔得。我的生命度模拟做唔得。也没好，也没马介师台咧，21世紀咧呢，應該冇面會講啲小白白嚟買啦。哎，好啦，哎，事情都下來吼，我就跟你頭擺告白你，搞唔開啦。啊，係哦，呢個阿賢哥，呀啦，拜託，結講啦，告白嘅時節，到底講係乜嘅啊？啊，我就講乜嘅方面冇講。啊，跟莫事呢？我就是要跟杜平不會拿本對方開嘛。哎呦，難怪吼，也朋友安慰4000啦，原來是你告白嘅。我有用嘅搞白我知啊喏。跟你的意思唔係講，老你的鍍金死槍槍哦。那有啥意思喏？可以起來試下呢個意思。撞啊春殘啊！佢嗰種對外搞面講嘅鋪數，真蠻有意見哦。這就是冇人氣啊！係冇人做呢。係呀，你按到意見哦，冇咩講兩隻好嘅來談看啦。嘿，你啊，簡單啊，感情你陣事哦，本來就談配啦，哦辛苦啊，很親切個講哦，很真家己鬼，請鬼啊，等你來機會含鬼做譜，安就好啊。哎呦，這話按你講，點冇創意啦？告白就告白啊，我就不該衝你。我疊對疊，貼對貼啊！我用條頭腦，這麼會怎我就失掉啊！我將喺表面遇到財神啊，啱前嗰杯乾啊，啊對什麼睇房，多少杯甘肅一下唔要交往嘅誠意。你哋講起來，免講咪冇種撞苦戀啊。撞苦戀？哦，我知咧。做咩講一本對方啲個，我要結愛情啊，冇辦法無見，我會死啊！錯啦，嘿，切啊，然後哪來哪進啊？係你講唔出跳嘅時節吼，係你咪做得用南海一鋪，就會裝酷啊。穿褲啊！做咩叫做穿褲啊？唔係穿褲啊啦，係裝酷。意思就係吼，係唔玩猜對方，冇意義多啊，你念爽念下，一伴對方感受一下，成日地位忙嘅嗰種空氣，而雖然吼都係反頭，我哋猜應多到嘅，關心唔多到嘅。楊姑堂依度懵懵嘅喲。那就按照欲擒故縱，欲語還休，愛看係欲蓋彌彰啦，一句到一吞唔碎，蛇嚟啦，幾冇用啊！啊，用嚟講啊？對自己冇善知嘛，老父英英講嘅啊，今日嘅妖鬼加成年，誰講呢一群人啦？咁明明即刻做外道為師啊，要驚講即刻開竅會本人汽車啦，人會用呢一步啊，我遲看嗬，即刻部對方係心肝肚，係咪嘅分量啊？咁用佢唔望咯。強假啦！化妝唔係按你講啊，先從而真嘅對方哎呦，這兩三年強下，梗係衝衝叫叫嘅事情啦。咁到慢強下是按回氣咧，咁含埋強下嘅時咧，梗是很好聽哦。咪到了大戰強上。啊，危機，我你那邊講啊，唔就表面嗬，唔係啲先河南嘅人，結婚交往嘅前提哦，結婚嘅時節天就會派床，要太朋友發啲婚禮，結婚過後。天初假使會做一半，啱鬼嘅時節，天初會打電話講一聲，啊，你做唔做得？明講，啊唔係，春殘師傅。做唔得啦，英語是很錯嘅。嚇，做唔得。哎呦，咁俺用嚟做當做定啦。哎，意思吼，唔係很意在意做一個乜嘅新好男人啦。哦，一裝酷又做唔得。錯啊，裝虛弱、裝溫柔咪做唔得啦。哦，捱啲咧，我做一個大男人。唔係啦。哦，希望係多啲人用嚟做咯。是做你即刻就好啦，用你最近嚟讓我去面對對方。冇好，是說你下半你告白成功啊，你還把強化時節天作困難重重，還好唔是講嘛個結婚咯。錯，親人哥講嘅呢，真有道理呢。莎莎就上來表現出自己最好嘅樣相，也係對方得意嘅樣相。就係樣板已經腳唔叫啦。你捱要啲嘢哦，就係哦，唔可以揸碗搖揸幾強揸搖好滿揸好槍呢揸鐵條揸棍前對方。揸係就叫啦揸。做真實嘅一家，咩講哦，真是好啲條嘅好習慣呢。哦，당이很難哦。
做个不过迄告白，我是上安大。然后千万免讲啦，迄上就搞你家麻祖偏柔，得一搞上年无种柔，你家麻祖派去参加去真切麻祖偏柔的婚礼，也来讲哦，我系真心就匆匆救救做谱。哎呦，你系完全冇穷用的哟。有一句锣鼓人言讲啊，花莫乱采，轿莫乱踏，我相识相亲自然好哦。哎，哦，我上清楚咧，我迄真心要匆匆救救了教王诶。该你谁大病掉啊？唔过我就讲唔出嘴咩？系呀，要嘛系我讲出咗嘢咯。哇，大家都出样诶，妈妈，你讲唔出嘴啊？我男男我有意思啦。呀，我呢個睇到。妹妹啊，係咩在請呢個來停少一下？哎呀，蠢蛋哥，好啦，俺都可以做咧，天秀嘛家人，俺都讲好。唔係係你停少嗌喎，停少邊個？唔是啦，唔是。哎呦，民講俺做按生意啦，那俺當然個老林下咧啊。哎呀，那就練習一下呢。係啊，大師傅啊，真緊個告白的師傅啊，切唔是驚講咁好啊。原來同俺當做對象而練習告白啊？冇錯。係啊。好啦，全堂哥，你係假嘅啊，冇去咯。啲啦。民講啊，你蠻好，愛好來假做練習告白嘅對象。唔是假做啦。你只見弄破我哦，咩，我意思係講吼，媽妹啊，我係中意嘅人吼，要一絲絲嘅搶，一絲絲嘅搶啦。你試試唱啊！係啊。杜好，要不然呢，開始嚟告白咯。三、二、一，Action！媽妹啊，啊，今晚部有閒冇？還是請請嘛？哈，喲，這麼個呀？哎呦，俺不要做啲嘢啦。民工啊，你在做嘛嘅喏？妹妹，你按等人講咧，按人哋唱告白啊，根本都個討債窮款哦。你講好冇裝酷咩？唔過我做當見做咩？拜託咧，愛係啊，告白嘅對象假人咧，就按你。哎呦，下一擺口鼻吼，正經要告白，係咪要帶個勇氣筒啊？我咩唔想按樣我啊？嚟，我攞一擺。記得咯，我後進到總一即刻。哦，做定啦，三、二、一，Action！唔行清楚啊！愛到中意，我總係寫咩冇啊？哎呦，按你香港要選 M 啊！民工啊，你做嘛嘅喏？你講到佢同時傳哦，佢天使看得到係冇啦。邊個啊？那係向你總一即刻咧，有咩向你做天使？不能都做天使啊！咩，我講吼，眼樣我低啦，個頭拿咗係空空咩？哎呦，唔是咁緊張啦，練習天啊。係啊，你俩吼是認真想看，假如你上嚟撈佢告白嘅時妹啊，你係極中意嘅，佢上嚟撈佢同啊，佢上嚟不一定你嘅心情樣板。哦，我低啦，你幫我整件低咧。哦，你啦哈。低咧。好啦，繼續辦。好，做定哦。三、二、一，Action！你講係乜嘢啊？老眼強下，你莫係做四分開。邊個啊？一做乜啊？你能做上舞跳啊？哦。講得人講咧，你講。民工啊，我就激動啊。唔掉咗冇過來啊！點解？係莫本係一個動漫一個答案，我係唔會離開嘅。人口講，我老眼強下冇，結果，我老眼強下，結啦。邊個啊？我邊係好啦。我係認真嘅呢。你係我熱情嘅冰淇淋，寒甜嘅巧克力，我嘅生命地步種得門，我杜金鋪嘅地步得先前，做係人嘅我老強下啦。男孩子上邊啊！人家神人注定都做宅男呢。
哎呦，我嘛咁好啦吼。係啊，你殺隻款命啊！喂，你講我嘛，夾肥得埋哦，希望啊正義開出去哦。開同啊！那之後啊，那就包睡覺，大家人啊不開心睡覺咯。妙切妙啊！我就係你啦。搞唔會剪嘅。剛才喏，我喺度認真到佢告白呢，妹妹啊，我真見當中意你啊！點解乜有平安哦？